作為今次計劃嘅總教練啦，首先第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因為嚟到最後嘅比賽階段啦，其實見得到小朋友即係每一個由最初頭係未學過劍擊到而家嗰個劍擊嗰個水平嘅話咧，見到佢進步呢一個嘅時間係不斷咁樣去提升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開心嘅。通過小劍神培訓計劃，周大福人壽希望推動香港體壇長遠發展，培育本地年輕運動員。我哋亦都係希望社會更加健康、更有活力。我哋會繼續支持下一屆嘅計劃，促進香港體育精英化同普及化，為我哋嘅客戶同社區開創保險新價值。贏咗會當然好開心，輸咗都會唔開心，但起碼可以攞到好大嘅經驗，可以知道到時候再比賽要點樣去對付敵人。每一項運，好多人都諗住話一定要攞到獎牌啊，攞到冠軍啊，攞到名次啊。但係其實同樣重要咧，就係都係要新嘅接班運動員嘅。咁喺小劍神呢方面咧，亦都係一樣啦。咁我哋能夠喺呢方面推廣到呢個運動，係栽培到一班小朋友，佢哋喺劍擊呢方面長知識、長技巧，希望咧佢哋第日可以更上一層樓，加入香港嘅代表隊。